有次我一個人入咗荒廢咗幾十年嘅邵氏影城錄音製作廠，條樓梯一路向下，越行越黑，入面完全冇窗，牆同天花全部係隔音板，講嘢連回音都冇，成個世界好似被吞咗咁。我只係聽到自己心跳聲同遠處滴水聲。電筒照住一間間錄音室門口 ，vocal room、mixing room，每一間都好似封住咗一段聲音。我行到最入面，見到一扇玻璃門，我伸手推開門，嗰一刻玻璃下面突然反射出一抹紅色嘅衫，長長嘅頭髮，蒼白嘅面。我即刻轉身，後面乜都冇，但嗰種感覺好真喎，唔係幻覺，係有人啱啱企喺我後面。我唔敢再望，直接衝入去，再衝翻出嚟，一路跑翻上地面，直到見到陽光，我先肯停低。但嗰一刻，我好清楚知道嗰個影唔係喺鏡入面，係喺我後面。以上影片由Hey Subtitle 文字轉影片功能生成。